宪法法庭对死刑作出部分合宪的判决，法务部是表示讲，最高检察署会赶紧来检视现在37个死刑犯。另外，黄春基佮陈一良确定讲会来提起非常上诉。国民党是批评讲，这个判决违背民意。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嘛讲，无排除要来抵制大法官的临诉案。 死刑案，宪法法庭20做出部分合宪的判决，包含敢若适用犯罪情节属上严重，合议庭法官一致决，还有精神障碍、心智缺陷、不得可处，也是执行死刑等。也若是牵涉危险部分，2年内应该修法，引起外界怀疑的声音，予死刑犯免死的金牌。 受刑人本身，我了解，他是有违宪的一个情形，被2年内完成修法，所以我们目前会依照那个宪法法庭的一个判决的意志，那就这7个这些的受死刑狱来做厘清，对，做一个审核。 第明显讲，最高检察署会审过37名死刑犯个案，对此检察总长确定会替2名死刑犯黄春基、陈一良提起非常上诉。对于死刑案判决结果，国民党立委要求合乎死刑个案赶紧执行，也不满判死案经过8道关卡，真困难，违背8成民众反废死的民意，和台湾走向实质的废死，会来提出修法，和这个死刑的制度完善。 1审、2审、3审法官都应该要一致的判决，这已经是一票否定制，所以难免会让外界认为这已经是走向实质废死的状态。 对立法院新会期的新大法官临诉案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推出反制手段，讲大法官绝对袂使正做答谢对象，也是意识形态救护者。国会一定袂予伊通过。也那民众党团是讲，死刑结果提悬死刑的标准，会要求刑事司法体系对这摆判决的结果建议配合司法，来回应民意的期待。 针对所谓有精神障碍或者是他的精神有缺陷的一个状况，大法官认为他的在诉讼上的辩护能力不足，所以这部分科以死刑的话会有违宪，尤其像刑法的一个修法的问题。 对于在野党这样反对，民进党是无啥表示，民进党团是讲尊重宪法法庭的判决，对着需要修法的部分会积极来推动修法。记者综合。